先听讲，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就是解说甲正文第48页，就是解说甲正文第48页。对头仔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六节；对头仔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六节。就是解说甲法即一种见有地质，即嘛应该呢，就是要来说来解说一面。一面就是和名顿渐法，无顿渐人有离顿，故名顿渐。然受之道场，往往其南宗祖师不识一字。有何所长？即嘛呢，就是要来解说这道理。在前面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啊，对伊的道场讲法啦，本来呢只有一个宗旨，但是人呢有分南有分北，法呢是只有一种，但是呢会当互来见性。或者是未当互来见识呢？个人有不同，画较紧，画得较慢。这是在前面所讲和名顿渐，讲为什么该名佫是讲有顿有渐呢？这个顿啊，就是讲顿悟顿成；渐，这个渐就是渐修渐证。那为什么有这个顿悟顿成，有渐修渐证呢？讲法啦是无顿渐，约法的本身讲起来是无所谓顿，无所谓渐。但是呢，人有离顿，讲咱人的根基呢，为有来啦，为有顿。也这个根基来的人呢，就是变成顿，就是讲根基真来。所以对佛法呢，马上会当好了悟，马上会当好来体证，那就变成讲真紧啦。也若是讲较钝紧的人呢，因为这个根基较钝啦，所以就必须啦，爱慢慢来袂当好讲真赶紧啦，就来去了悟佛法所以才讲做法呢是无顿渐啦。但是因为人呢有离有顿，所以结果呢，就变成有顿甲有渐走出来。对于这个人有离顿，也变成有顿渐。即咱莫讲佛法，就是讲用咱一般的世间学问，或者是讲要学咱一般社会功夫，也是共款。那这个离呢，咱会使甲譬如讲，就是较巧的人。这个顿就是讲比较较无较巧的人。有的人真巧，所以要学功夫呢。甲讲一个就知，有当时阵你毋免讲，伊看你安怎做，伊就会晓做。安尼伫学功夫就足紧咯，足紧就等于遮所讲的这个顿啦，这个顿啦。有的人呢，伊就较无啊巧，甲伊讲呢也袂当了解，看根本看无。那像即款的人，你就必须一步一步慢慢甲教，也慢慢学。经过年久月深呢，伊的功夫才会当成就。咱从安尼来去甲伊了解，啥物叫做讲顿，啥物叫做讲渐，应该呢是真容易会当互咱来了解这个道理。下面讲然受之道场往往其南宗祖师不识一字，有何所长？这个然就是但是的意思。讲但是这个受之道场，受就是在指神秀大师，就是讲神秀大师伊的道场，伊的门徒呢。就往往来记南宗祖师，这个记就是讲解笑的意思。笑这个南宗的祖师，南宗的祖师就是来指慧能大师啦。讲这个慧能大师呢，不识一字就是讲慧能大师呢，一字都毋捌对于这个慧能大师一字都毋捌，若是讲约浅的方面讲起来，就是讲这位慧能大师呢。伊在要出家以前伊是一个错查囡仔，伊根本就无读过册。
因为是无读过册呢，所以当然伊是毋捌字咯。用伊的出身讲起来，可以安尼来讲法。但是应当讲起来，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毋捌一字啊。这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呢，无执着在文字。你无执着在文字这个所在，就是讲做不是一词啦。这是乐理方面所讲。有何所重？讲伊到底有啥物款的重词呢？有啥物款的这个比人较特色的所在，是毋是有呢？意思就是讲，伊根本连字都毋捌，要做来做事啊。那较简单的，就是等于即款的口气。下面受阅他得无数之地，亲我相生我不如也。那这个新秀大师也多讲，也见解啊。因为讲慧能大师根本毋捌字，那毋捌字是要来做人的师长，要来去传禅宗啦。但这个新秀大师就不同，新秀大师呢，确实称赞六祖慧能大师。所以新秀大师就安尼讲人讲他得无数之地。伫遮所讲这个他，就是在指六祖。讲六祖是得到迄个无数之地。无数之地就是讲无依靠师长所予的智慧。这个无师地就是讲，毋是经过着师父所传授的智慧，毋是经过师父所传授的智慧，就是讲自己本来所具足的智慧。伊呢得到这个无师之地，得到伊自己本来有的智慧，就是讲伊来了悟着自性。也这个自性所启发的智慧，这毋免经过师长来传授，深悟上性，就是讲伊深深会当来体悟到最上性。上性就是讲至高无上佛法，伊会当来体悟到至高无上佛法，我不如也。讲我呢是不如伊啦，这是这位新秀大师对在道中所讲这可以讲就是表示新秀大师是一位相当有修养、相当呢有迄个风度的人。伊了解讲六祖慧能大师，确实实呢是一个真正了不起的人。伊自己呢就认为讲我还在不如伊，参有六祖慧能大师这款的境界我还不如伊。一边讲，请五师五祖亲传依法，记道连载。讲而且呢，五师就是讲我的师父，我的师父就是在指五祖啦。五祖就是弘忍大师。讲弘忍大师呢，亲来传医甲传法予伊，意思就是讲。六祖是得到我的师父，亲将法，亲将衣钵来传开，记道连载。讲这起是一种的道连呐。这个道连这个道的意思就是讲道路义不协，也叫做讲做道连。但是在这所在叫做讲做这个道连，都是讲空空的意思。就是讲。伊已经将这个医甲钵传予这呢毋是随便的啦，毋是讲伊拢无有一点仔的成就，也随随便便呢就将这个衣钵来传予。伊会当将衣钵传予一定有六祖慧能大师伊的成就的所在。下面讲我心不能弯起清净，虚受国因呐。讲我呢，心袂当好来去甲伊清净。这个弯气就是讲，伊是真远的所在。但是呢，我心袂当好讲来去真远迄个所在，来去亲近慧能大师。结果呢，就虚受国因。这个虚受国因的意思就是讲，伊来受国家的恩惠，是一种的这个虚受。虚受意思就是讲，
无道德啦，也空空呢来伫咧受国家恩惠。为什么空空受到国家恩惠呢？因为这位神秀大师呢，在90几岁迄个时阵，也武则天啦，请伊出来甲封疆，拜伊做国师啦。以后呢，又搁再做中宗睿宗的帝师，就是讲做皇帝之师，受到皇帝对这款的优待，这就是遮所讲的希受国恩。这个希受国恩呢，也可以讲神秀大师呢非常客气讲我是一个无道德的、无修行的人。确实呢，受到皇帝对这款的待遇。入面讲拟定之人不第一次可往做去参观。拟定之人就是对伊的文道所讲啦，讲恁遮的人不第一次，这个字就是讲停顿。讲恁呢唔通搁再停顿在这个所在，可往做去参观。讲恁呢会使你去做去来去参观。那这个参就是参见，这个观就是受观。参见受观的意思就是讲，恁呢应该爱去参拜，去见六祖慧能大师。恁心中若是对佛法有啥物款的疑问呢，应该就请六祖慧能大师来甲恁决疑，就是讲决断你的疑问，就是甲恁指示的意思。这才是非常了不起的神秀大师，因为神秀大师伊真了不起，所以才讲恁应该啦，都要好好去亲近六祖慧能大师，你唔通搁再踮这个所在亲近我。事实上，六祖慧能大师呢，伊是比较较伟大，所以你应该去亲近伊。咱从这个所在会当好了解这位神秀大师呢，实在是一位非常有修养的人。实在有修养的人，应该是如此。教人讲自己讲我著真牛，恁来亲近我就好。因为提起着别人讲迄种含办啦，迄种安怎啦？若呢，伊本身呢，无论是讲牛无牛，这是另外一回事。应该就是一个无有涵养、无道德修养的人。才会讲我遮牛，也别人遮含办。你应该来亲近我，你毋通去亲近别人。对别人呢，就种种的攻击。这款的啦，就甲神秀大师完全不同。所以咱过去的祖师大德的这款的美德咱现做些人呢，应该就是尽量来去甲学习。下面一个名文人志善愿，你聪明多智，可为我道做客听法。若有所问，尽心记出。还为我说，志善秉明志做客，虽将参请不言来此。是祖师过状元，今有道法之人，暂在此会。志善即出礼拜，既定其事。师愿你将玉篆来，应是写作，对曰不是。师曰何得不是？对曰未说即是，说了不是。师曰你师若为是种。对曰上智慧大众自心看净，当作不误。师曰自心看净是并非善，当作苦心以利何益？即马呢就要来解说这道理。这就是顿占品的第二段，就是对志善的说法。一日名文人志善愿，一日就是讲有一天啦，有一天命令文人文人就是讲伊的门下弟子。那这是什么人？有一天来命令门下弟子呢？所讲就是神秀大师，就是讲神秀大师有一天伊就来命令伊的弟子呢，名叫做志善。伊对于这个志善安尼讲啦，讲你呢聪明多智，
讲你啊，真正聪明，也真正有智慧。安尼名叫做聪明倒底。讲可为我，倒做客听法。讲你呢，会使你啊为我，也就是讲替我去做客的所在呢，来去听法。这位神秀大师的意思就是讲，我本身呢，在北方也真无用啦。我都讲亲身到南方来去听六祖慧能大师来讲禅法，所以呢，希望讲伊的徒弟当去。但是这个徒弟当去中间，伊的徒弟真济啦，要派当然嘛是派较优秀的咯。甲人讲派一个无聪明的，派一个无智慧的，其实有路用啊，根本听也听无，安尼呢未达成目的。所以神秀大师就选来选去呢，就选这个智性啊，因为智性是聪明倒底。所以再来讲你呢，应当爱替我去做客，来听慧能大师讲经说法，讲若有所闻啊。尽心记处还为我说，讲假如你若是有听到的法，尽心记处，尽心也可以讲就是认真用心的意思，就是讲你尽量呢用心啊，要甲伊记处，记处就是讲甲伊记起来，还为我说，讲倒转来呢，你就爱讲来互我听。所以伊爱这个智性去听法啦，不但是讲爱去参学语，而且希望会当了解六祖慧能大师的法。因为本身袂当去，所以就要利用智性听了呢，转来讲互伊听。讲智性秉明啊，智做客随众参请，不见来处。智行秉明这秉就是讲秉受啦。这个智行呢，秉受神秀大师的指命，这个命就是讲命令。伊呢来接受神秀大师的命令呢，就到做客，就是到宝莲寺。那到宝莲寺呢，就是随众参请。这个随众参请啊，就是讲随着大众要来参拜，要来请法，名叫做随众参请，不言来处。但是伊确实呢，无讲出伊到底是对来。是祖师过证曰：今有道法之人，暂在此会啊。迄当时阵，这个祖师就是咧指六祖慧能大师。六祖慧能大师呢，就对大众就安尼讲啦，讲现主是有迄个道法之人，就是讲要来偷摕佛法的人，暂在此会，就是讲藏在咱这个讲经法会中。六祖慧能大师他会知影讲有道法之人暂在此会啦。从这个说，咱就可以了解讲，六祖慧能大师呢，也是一位有神通的人。假如讲若毋是有神通的人呢，这个智性来，甲大众伫咧起机，遐大众出来遐听经，伊也会出来，安尼哪里会知呢？尤其是在六祖慧能大师门下弟子非常的济啊，嘛无法度好一一的拢甲伊记起来譬如讲咱。若是有几落百个、几落千个，伫要听咱讲经的时阵，到底什么人无来，或者是讲倒一个是今仔日才来千分人，咱会知无？无法度好知。但是六祖慧能大师随时知，从这说来可以了解，六祖慧能大师一定是一位有神通的人，所以就随时发觉讲有人来伫咧甲伊讨法，是安怎名叫做讨法？咱来了解这个意思。这个讨法啦，就是讲本来对伊呢无迄个信用，只是呢要甲伊听看卖，也得到这个法了呢，要摕转去
一定会有所作用。这个名叫做头发。咱即马讲到这个头发的问题，在咱现主时呢，不但有头发，搁再有头盖。咱讲是头发头盖呢，就是讲伊事实上对佛教并毋是有迄个正信心。伊呢也毋是讲由伊真正正信发心要来受戒，但却是寺院伫咧办团戒法会时阵，伊也来报名来参加受戒。伊来报名来参加受戒，目的在哪里啊？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入来看，讲恁佛教伫咧团戒到底是安怎样团啊？自这个头体转去了，伊认为讲会当甲伊利用呢，就摕来甲伊利用。或者是将咱佛教的，伊即马摕转了呢，搁再改头换面，搁再小改变一下，安尼去用啦。那这叫做头戒。对这个头发也是共款啦。有的人呢，伊毋是正信佛教，但却是也来听经。即马听咧呢，就将其中部分的道理啊，摕去用。摕去用无要紧啦，伊搁再家己诽谤佛法。假如讲咱听来讲我这着对某某所在听来，这是倒一部经典的道理。那安尼印证出来，这着公公连连啦，毋是搁就讲做偷啦。即马呢，伊即马听咧，甲你断章取义，甲你用。那这呢，就是一种的偷法的人。在韩国啊，有一种啊，可以讲就是在现主是韩国讲起来，那是真正有势力的一种的新兴宗教。这个新兴宗教的创作者呢，伊讲伊是家己一个走去到山里去修行。忽然间去悟着道啦，这个道悟了呢，才看金刚经，讲哇，我所悟甲金刚经都共款啊呢，安尼我所悟就是原来就是佛教的道理嘛，就安尼呢，伊就挖这个佛教来去传导，来去创伊的一个宗派。但根据人家调查起来，这个人就是讲创作这个人的这个创作者。伊事实上也是在韩国的做客中出家一个人，在韩国的做客中出家了，结果伊也还俗了，再来创一个在家佛教。但是伊自己呢无要承认安尼，伊讲伊是走去山内，忽然间去悟着，悟着了呢，看甲金刚经共款。参考即款呢，会使讲拢就是一种的道法的人，就是讲将正法偷摕去了呢。改头换面，也呢，伊就另外设立一套的道理出来，用我另外一个方法要来去传授。这就是道法。现主时这六祖慧能大师为什么讲至诚是道法呢？因为至诚伊毋是六祖门下的人，乃是新秀大师门下的人。新秀大师门下的人，伊要来亲近六祖。应该事先都要表明伊身份啦。讲我是某某所在来，我是要来亲近你，应该安尼咯。但是伊毋是一来了就随大众来参加法会，来伫个所在听佛法，确实呢无要表明讲倒会来。所以祖师呢才甲伊宣布讲，现主时在咱的法会中有人唱伫遮要来偷摕法，下面至诚即出礼拜既定其事。既然六祖慧能大师安尼讲啦，这个至诚就安尼就出来了，就向六祖慧能大师甲顶礼甲拜，既定其事。这个既就是讲完全啦，定就是讲定别，就是讲将伊来的这个来意呢，拢做一摆呢。甲讲出来，那讲出伊来意呢，当然了就是讲，新秀大师伊本身希望要来亲近你，要来听你的法，但是新秀大师袂当来，所以叫我来，也叫我来了呢，希望讲听咧，会当记起来，也听咧呢，会当来
搁再讲互伊听。那意思就是讲，我来用意是神秀大师叫我来。神秀大师叫我来用意呢，就是因为真正敬仰你六祖慧能大师。人民讲你六祖慧能大师是得到无师之地，亲我相承。也神秀大师认为讲，伊不如你，伊本身应该爱来亲近你，但是伊无法度亲近你，所以才叫我来。这位志诚呢，所以讲做奇人奇事啊，应该呢就是讲这个代志。不过照讲，这个志诚呢，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要袂讲啊，有人伫咧偷发，应该啊，伊就先来向慧能大师来甲伊说明啊，讲我是倒来，我师父叫我来，有啥物款的代志。那安尼呢，我相信啊，六祖慧能大师绝对袂当众甲伊宣布讲今有道法之人。不过既然互六祖慧能大师知啦，所以志诚呢就出去礼拜，就奇人奇事。最虔诚听众，咱今日时间讲到，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断经，就讲到这个所在。感谢最收听，祝诸位法喜充满。